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就係飯廳，放到6至8人飯台。廚房係梗廚，有雪櫃、爐頭、抽油煙機。客廳嘅位置，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另一邊可以放梳化。前邊就有個露台，可以欣賞到窗外嘅全河景，亦望到翠綠嘅山景，直至到遠處嘅馬鞍山。洗手間有洗衣機同燙衫板，企缸設計，方便淋浴。我哋睇下第一個房間，放咗床之外，仲可以放個高身衣櫃，對住亦係全河景，亦望到遠處嘅山景。第二個房間同第一個房間面積一樣，坐向亦都係相同，對住嘅河景更加寬闊，亦望到遠處嘅山景。主人套廁係明廁，有企缸浴缸，乾濕分明，沖涼就非常方便。主人套房放雙人床之外，右手邊特設衣櫃位，另一邊有個工作平台，可以做啲曬晾嘅工作。對住就係全河景，同埋呢個遠處嘅馬鞍山。